宣调，恁着学了摇花，摇花萝卜啊，恁着学了摇花的名，愿摇花的名受学了。对即时到永远，对即出到即度的所在，摇花的名是应该学了的。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全能的阿爸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建立你的教会伫地面上，也因为保守阮到末期。我嘛感谢你赐予阮的恩典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平安的源头，也欢喜众人的和睦。少人来通认捌你，就通得到永远活，你就要得到自由。恳求主你教阮做伙进入你的圣殿，也用着你的圣神来带领阮的礼拜。阮众人无论是伫任何的所在，做伙来恭读以及宣扬你的话语，会通回应伫你。恳求主你来救阮脱离迄个罪恶，也脱离迄个顺趁人较赢过顺趁你的罪恶。恳求主你常常做阮的光，甲阮的安慰者。最近美国各所在有针对这个亚洲人的这个怨恨以及暴力的这个事件，是有增加无减少的。甚至拜登的总统伫3月30日已经宣布一系列的这个封闭的措施，目的就是要保护亚太裔的这个人的这个安全，并且谴责也打击着遐个针对亚太裔种族的这个歧视、排外、甲偏见，所以咱大人就爱提高警觉。也恳求上帝怜悯，看顾伊的子民。今仔日我搁一摆伫空中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你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用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，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来服侍你。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拢袂通成做上帝赐予的管道。现在恳求主你，先来牵起罗卜的嘴，诚心也来感谢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大家拢有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，甲阮诚心的感谢祈祷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们。
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犹大书20节到23节。20节，所听的兄弟啊，就是恁至圣的神，家己起造，伫圣神来祈祷，就是上帝的听，家己保守。盼望咱的主耶稣基督会怜悯到永远。有教义的，恁着怜悯伊；有的，恁着抢因出火来救因；有的，恁着惊吓来怜悯伊。连迄号互肉体拍垃圾的衣服，也着掩护伊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吟，这俄罗的诗歌，我要吟这首《朋友你敢有平安》。有一个古水的小朋友，摕走蜜伫食，伫享受，哇，食到甜不的款式。这个阿公就看了真趣味，就问讲：小朋友，你咧食啥货？这个囡仔甲阿公：阿公，我咧食蜜。阿公问讲：啊，你的蜜有真好食无？伊讲：超好食，超好食的。阿公我问讲：啊，好食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个小朋友甲阿公讲：第一甜的，全世界第一甜的。哇！这个阿公讲：啊，全世界第一甜到这程度呢？伊甲阿公讲是天霸王甜，天霸王甜啊！哇！这个阿公啊，天霸王甜到什么程度呢？哎呀，这个小朋友讲，这个阿公啊，真老实啊，咱手在对迄个蜜甲捂一糊，对阿公的喙甲踢落去，你家己试看觅，你就知；你试看觅，你就知。但当然讲试觅才知代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伫4、5年当前，我伫这个大南家，伫咧为着这个经生的伫侍奉的时，我有一条歌来甲因勉励。讲兄弟姊妹，你的心中有平安无？你的心内敢有平安？你虽然做毋到，你来伫这个所在，伫遮咧受这个经生，你的心中敢有平安嘛？我相信恁大家拢有某囝，恁嘛有爸母，你听恁心有平安无？遮你甲想看觅，所以你若是受了无平安。你真正是无平安的时，请你来，来创啥？来啥？毋是要看赖上咧拍拳袂高哟，毋是。我要一个分享，好消息甲你分享，就是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请你试看觅咧。大人讲试觅才知代吼，请你试看觅咧。朋友，你敢有平安？朋友，你敢有平安？你心内敢有平安？想看觅，想看觅，切说你若无平安，你真正是无平安，请你来。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试看觅，试看觅，试看觅。朋友，你敢有平安？你心内敢有平安？想看觅，想看觅，想看觅。世事你若无平安，
你真正是无平安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朋友，你兼有平安，你心内兼有平安，想看卖，想看卖，想看卖。耶稣，你若无平安，你真正是无平安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朋友，你兼有平安，你心内兼有平安，想看卖，想看卖。耶稣，你若无平安，你真正是无平安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朋友，你兼有平安，你心内兼有平安，想看卖，想看卖，想看卖。耶稣，你若无平安，你真正是无平安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朋友，你兼有平安，你心内兼有平安，想看卖，想看卖。耶稣，你若无平安，你真正是无平安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朋友，你兼有平安，你心内兼有平安，想看卖，想看卖，想看卖。耶稣，你若无平安，你真正是无平安，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赏赐你平安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朋友，你兼有平安，你心内兼有平安，想看卖，想看卖。
耶稣你若无平安，日日真是无平安。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请你来。耶稣基督有平安，伊要收使你平安。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试看卖。这个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1974年，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师伫印度宣教30年以后，伊倒转去伊的故乡英国。伊看到英国的变化，真着惊。因为30年前，当伊离开的时阵，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。迄个时阵是全世界找见上介侪宣教师的一个国家。就是30年以后，英国的社会已经变质了。伊的心内有一个警觉，英国检测是伊做人生下半场这个宣教目标。所以果然，接续25年，伊就留落伫这个英国来服侍，一直到伊转去上帝遐来安享伫主的怀抱。如果伊若是活到今仔日，伊可能会更较着惊。因为今仔日若行伫这个伦敦的街头巷尾，这个头壳顶包括目睭睭的这个负责人，到处拢有。所以英国现在是回教徒上界侪国家咯。伫2年前，英国的政府直接来通过，要将这个回教律法来加入去英国律法内面。毋但是英国安尼死尔，整个的欧洲、北美洲拢共款的。那么这个国家较早拢是找见真侪宣教师去第三个世界，这个回教国家内面，就是今仔日的所变做着爱接受宣教国家呢。那么这种大变化，环境的大变化是哪来哪明显？咱做一个基督徒要安怎样伫即款的世界继续做光做盐呢？那么犹大书甲咱指示一个方向。犹大书是一篇关系到末世这个信息，伫提醒咱，准备搁再来脚步已经滚了。所以伫即个犹大书以前呢，旧约甲新约的圣经已经甲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启示出来，是着佫将主耶稣钉伫十字架对四个活活显明伊伫咱的目睭前。到了犹大书，所有这的真理拢已经真明显。教会伫即个根基顶面已经是建造起来了，总是教会却遇到一个真大的危机。伫教会有偷入来的人，有最迷茫的人，有这个无敬虔的人，因是要来扰乱上帝这个真道。等我较无顺利，我伫这个New Jersey伫牧养教会的时阵，有一日，两个青云人，拢是这个法轮功的人，会摕一堆的这个叫做《大纪元日报》吼，就来我来教会，讲要来做礼拜。当时我伫台顶伫讲道，看这两个青云人，那真就坐袂牢，头壳啊活来活去，敢若就坐伫这个尖的这个顶面，所以无偌久因就起身离开。所以问我这个交代，也请因将这个报纸来摕走，因为我无需要。所以当我拄伫拍斯讲若结束了后，要如何甲因来对话的时阵，圣神马上就做工了，互因坐袂牢。所以我就迄个时，我感觉到规个礼拜长吼，有一股这个属灵的精这个气氛，感谢主。所以圣神写着犹大书的这个作者，用上个温柔、上坚定的口气来劝咱。伊讲兄，亲爱兄弟啊，
就伫恁至圣的真道，家己起做，伫圣神来祈祷，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听内面，仰望咱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到永远。所以当咱在读圣经的时，咱看到这个起做、祈祷、保守甲仰望，这就是一个四个动词所带出的四句话，总是伫这原文的圣经内底。这两则圣经只有一句话尔定，这句话就是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听内面尔定。那么其他三句话，拢是在说明讲要如何安怎来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听内面。犹大书虽然真短，总是真特别。第3节到这个20节中间有一个真大这个叫做括号，这个括号。第3节是这个括号的前一半，20节到21节是这个括号一个后半段。这个括号内面就是40到19节，所以40到19节描写迄当时教会混乱，这个可怕的代志，就今仔日嘛真多呢。我举一个来讲吼，伫这2-3年来，教会出现了真侪这个索多玛、蛾摩拉的现象。对2008年到2009年，美国的长老会、圣公会甲罗德宗，因通过同性恋的人，通担任这个性质的决议案。伫这个改革中的大本营荷兰，现在嘛已经通过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个法令。美国嘛同款的，已经有几个州已经通过这个法令。那么伫遐个州，牧师若是如果徛伫讲台，伫责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罪恶，我来讲，一定人要甲你告去的法院的。啊，你牧师兼讲讲为着真理来指责这个同性恋这款的罪恶嘛，无人敢讲啊。所以这个代志实在地甲咱讲，虽望这个索多玛、蛾摩拉是一个伫几千年就互火甲硫磺，甲这个来消灭去啊，就是今仔日已经伫这个教会内面重新阁建立起来。我想有一日吼，我嘛真有可能因为拒绝啊替这个同性恋来证婚，互人告去这个法庭嘛，无得讲的。所以接续落来，犹大书的作者甲咱讲吼，伫教会嘛有做迷茫的人，以及这个无敬虔的人，圣经的话实在是甲这个末世这个光景描写甲真实在、甲真正确。你看今日这个教会内面有偌侪是伫做迷茫的人，因生活中是伫一种信仰的迷茫中，将家己的迷茫当作是真理，当作上帝福音的这个启示。所以伫教会中间，伊有真侪人，也有真侪人无敬虔的人，接落家己的意思伫解说圣经，看重家己的代志，较过头伫上帝国的这个代志。比如讲吼，伫最近10多年来，伫福音派教会产生一种这个新兴的运动，因自称是神灵中的这个教会 （Emergent Church）。领袖是青年人，会友是知识分子，所以人数增长真紧。伫北美、英国、澳洲有建立真侪只教会咯。伊有家己一套真理，因认为福音的好消息应该是注重伫甲上帝和好嘛，毋免阁讲上帝的审判。因为牧者咧讲道的是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，真少讲到这个罪。所以因调整这个十字架，这个救赎，因讲吼，上帝若是要赦免人的罪，啊，直接赦免就好嘛。为什么就要去兴发一个无辜的人来代替咱呢？那么这款的真理，已经是离开十字架真远咯。那么伫这种危险的这个状况下面，圣神借着犹大书的作者发出一个命令，讲要保守家己。
常常伫上帝的听内面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即款社会世代，伫魔鬼撒旦亲像好西世界伫行路，要追找通吞食人，即个世代，什么所在上安全呢？上帝的听，就咱上坚固的即个保障。所以点着保守家己，常常伫上帝听内面，这是一个命令。就亲像一个新兵吼，第一摆上这个战场，伊听到枪声，听到炮声，就开始皮皮喘。那么伊的连长毋爱看到伊白白丧失性命，就掠条伊，甲伊拖去这个石盘的后面，命令伊讲：秘伫遮，毋通离开，这是最安全的。这是毋是命令呢？若是走出去，你就无命。秘伫遮，这上安全。所以保守就是这个意思。对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，伫末世这个征战的中间，圣经嘛命令咱讲，要保守家己，常常伫上帝听内面。因为上帝的听是上界安全的所在，因为上帝是咱的山寨、咱的盾牌、咱的避难所。上帝也是咱患难中随时的这个帮站。保守家己，常常伫上帝听内面，就是踮伫上帝听内面，就是毋通离开上帝听。约翰一书第4章16节有讲哦，讲上帝就是听，踮伫伊伫听内面，就是踮伫上帝的内面，上帝也踮伫伊的内面。要安怎样来保守家己，常常伫上帝听呢？圣经接着犹大书的作者伫考劝咱有几项代志爱咱学习的。第一项，就伫至圣的真道，家己来起做，也就是讲，毋是对真道的性命袂当算是伫上帝听内面，独爱将家己保守伫圣经所启示上帝的听内面。你才是伫上帝听内面。这个世代有真侪假的这个先知，有假的使徒、假的教师，因离开这个圣经的范围，用这个虚假的这个面貌，替咱画一百这个听的这个图样，咱就互一百图样来迷惑，将家己保守伫迄款的虚假的听内面，安尼你就真危险咯。有一年吼。我甲无顺利去芝加哥去参加一个北美教育的年会，搭伫我新行业的同学吼，真好意，就带阮去参观一个建筑物。伊介绍讲，迄个建筑物是9个宗教的这个综合体。迄个建筑物是规个拢白色的，那么四面的壁拢雕刻真水的这个图样。伫这个顶端有一个塔，塔顶有一个天堂。天堂有一个因的记号，虽然真水真安静，毋过呢，我无看到十字架的这个记号。哦，原来这就是巴哈伊教。巴哈伊教就是巴海，这个就是大东教。因伫强调所有宗教拢是万教归一体，当一个源头，人类是同一体的，所以咱都要小心。愈接近这个末世。就哪济这个异端出现，用虚假的这个听来迷惑真济人。我记得伫这个 Houston 教会，阮伫牧会迄个教会，有一个老姊妹查某囝，就是信奉这个巴哈伊教的人，所以我较无顺去关心伊的信仰的问题。毋过这个老姊妹甲讲吼，伊的查某囝已经得救啊，你免烦恼啦。所以求天父上帝下面怜悯因，互伊有机会，佮倒来认捌上帝讲，这个至圣的这个真道。至圣有绝对的意思，至圣的真道是绝对完全的，甲招逼的信仰。这个招逼的信仰，就是咱起做生命这个根基。所以当咱相信上帝的话，佮去遵守的时，咱就已经是伫这个至圣的这个真道顶面来起做的。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，伊讲吼，
恁若守我的命令诫命，就要踮伫我的听内面，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，踮伫伊的听。咱若将主耶稣的命令保守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就已经保守着家己伫上帝听内面，咱就进入上安全的这个避难所。这个至上真道也要提醒咱去审查一寡大问题。咱相信圣经是不是信仰甲行事为人这个准则嘛？当然按照圣经去做嘛。圣经甲咱讲无快快受气，咱叫咪随便去发脾气嘛。圣经叫咱都唔通计算人的歹，咱叫咪去计算别人的歹嘛。圣经甲咱讲，就爱常常喜乐，咱叫咪常常喜乐嘛。第二项，伫圣神来祈祷，伫圣神来祈祷是种的精进。保罗劝伊有所属的信徒，就爱穿上帝所赏出全副的正觉，就会通抵挡魔鬼这个诡计，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，时时伫圣神来祈祷。伫今仔日这个黑暗的世代，伫基督耶稣过来以前最后的一段时间，也就是征战上界激烈的一段时间。那么挖过什么来征战呢？就是挖过祈祷嘛。祈祷就是咱甲魔鬼撒旦关系征战最好的武器。有一个苏格兰的这个圣徒安尼讲过讲听你会记，祈祷毋那是灵修，祈祷毋那是甲上帝相交配，祈祷毋是干那是代求，祈祷是上帝放伫你的手内上较有力的这个武器，叫做国他的胜利，去较赢迄个邪恶的力量。所以祈祷毋那是讲话，也是一个工作。祈祷是属灵的范围内对甲上帝同工的。第三项，信仰咱主要所基督的灵敏到永远。犹太书的作者将这个仰望咱的主要所基督的灵敏到永远放伫上后面，因为只有挖过主要所的灵敏，咱才会当伫这个至圣的真道来起做。挖过主要所的灵敏，咱才会当伫这个圣神来祈祷。挖过主要所的灵敏，咱才有保守家己伫上帝听内面。那么灵敏本意就是指着是要将人对悲惨的环境中甲救出来这个愿望，以及实现这种愿望的行动，这个就是主要所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。主要说，若是灵敏人受最恐怖的痛苦，伊可以用行动亲身上十字架来受刑罚，来代替有罪的人。主要说，基督的灵敏完全来吸引着咱。伊的灵敏亲像一支有温定的手，摸着咱的心，吸着咱的注意，抓着咱的全人，互咱完完全全通注意着伫伊的这个灵敏的顶面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，对犹太书2节的圣经内面，咱看到这个世教会起造的根基，就讲是伫这个末世，这个艰难的世代，为着做一个交代圣道的道理来出来，在这个交战，上面是要保守家己，常常踮伫上帝听内面，通过咱至圣的真道来起造，伫圣神来祈祷，以及仰望伫咱的主要所基督的灵敏到永远。那么这三方面，甲咱讲，咱是伫上帝听内面，是一个极其安全、属灵这个保守内面。那么这三方面，如果是伫咱的教会中，伫咱的活命中的时阵，咱就是受保守伫上帝听内面，听要帮助咱伫这个世代为了主来活，为了主来做到这个原动力。所以保守家己伫上帝听内面，毋是无烦恼、无烦无恼来教会礼拜尔定呢，是要互咱互上帝听来激励。伫主要所的灵敏内面，温困来互咱来做工，温困去传福音，去救灵魂，互咱才做软甲盐，才做起造伫山顶的这个城，这就是主要所基督伊的心意。
阿们。这条要来吟回应诗歌，活出痛，有一份痛对天遐来，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，测袂透，摸袂着，却是看会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付，也用心的痛，将心中一份的痛来活出来。耶稣的痛来激励我，拍开我的活命，互我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痛定点到我心中这个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这个世界来活出这个痛。阿们。有一份痛对天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测袂透，摸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付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痛挖出来。耶稣的痛激励我，拍开我的生命，互我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痛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愿要做伙，世界活出痛。有一份痛对天遐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测袂透，摸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付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痛挖出来。痛激励我，拍开我的生命，这我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痛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愿要做伙，世界活出痛。有一份痛对天遐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测袂透，摸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付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痛挖出来。耶稣的痛激励我，拍开我的生命，互我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痛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愿要做伙，世界活出痛。有一份痛对遐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测袂透，摸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付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痛挖出来。痛激励我，拍开我的生命，互我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痛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愿要做伙，
世界我出听，也都会听激励我，宝贝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听。有一份听对天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一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有我，甘心愿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甜挖出来。听激励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听。一份听对天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一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有用心听，一份听挖出来。听激励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正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听。一份听对天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一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有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听挖出来。听激励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听。有一份听对下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一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有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听挖出来。听激励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听。激励我，宝贝我的生命，予我正
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做行。有一份听天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切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我甘心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甜挖出来。耶稣的听经历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互我听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名。有一份听对天下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切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有用心听，心分听挖出来。听叫的我，打开我的生命，听我听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着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名。有一份听对天涯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切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有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听挖出来。听着我，放给我的生命，互我听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名。有一份听对下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切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愿有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听挖出来。我放给我的生命，互我听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出名。耶稣的听我打开我的生命，互我听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听点到我心中烧热的火。
我要做伙，世界我做听。这粒听咱同心三角的祈祷。主啊，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但今日对这犹大书20到23节，互阮来思想，保守家己常常甲伫上帝听内面。伫今日信息内面，犹大书教示阮，爱有3方面的这个学习。第一方面就是要伫这个知识的进度顶下来建造家己。第二方面就是爱伫这个圣经内面来祈祷。第三方面就是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到永永远远。如果今日咱的教会内面有了这3方面的这个学习，搁伫咱的活命中，这个就是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的听内面，听要将就咱这个世代为主来活，为主来做工的这个原动力。但保守家己常常伫上帝的听，毋是无烦无恼来教会做礼拜就可以，乃是要互咱，互上帝的听来激励着咱，伫主的怜悯内面，咱就因群做工，认真去传福音，认真去救灵魂，互咱会当食做光，食做羊，食做建造伫山顶的这个城。好像阿爸爸上帝，但这个我们要继续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、为着全世界来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全世界，来祝福美国，祝福我来故乡台湾，互大家都有当平平安安来过日子。那阮同心的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祈。阿门。但这条牧师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恩典甲怜悯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师大，各位兄姐，咱今日的这个网络的礼拜，伫这个所在就过一段落。但望伫后日同这个时阵，伫空中跟三角见面。愿天父上帝恩典，赐福恁大家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。努力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祝万变是最好事，家己行说来归边上帝。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你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恁着去祝万百姓做好事，家己行说来归边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